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門前直樹嘅頻道。啱聽啱睇嘅朋友記得分享、留言、點讚、訂閱，仲有記得撳埋個鐘仔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三星電話輸入指紋嘅小技巧。嚟到設定畫面 ，search fingerprints。首先要解開 Security Lock， 然後先至可以修改到 Fingerprints 嘅設定。首先移除原有嘅設定。一般人以為三星電話只可以儲存4隻手指嘅指紋，其實佢係可以儲存晒10隻手指嘅手指紋都得嘅。以下落嚟我就示範一次係點樣做法。每一次佢叫你將手指放喺個圈上面，就換另一隻手指。做完右手5隻手指，再用同樣方法做左手5隻手指。於是乎就只用咗2個儲存空間，就儲存咗10隻手指嘅指紋。跟住落嚟，同大家驗證一下，係唔係真係10隻手指嘅指紋都已經儲存咗。好啦，今日講住咁多先，有咩睇法歡迎留言分享，拜拜。